近年我哋感受到城市好多灰心失意，人嘅情緒狀態都出現咗狀況，輕生嘅個案不斷增加。人對生命嘅價值會因着唔同嘅壓力而扭曲，佢哋嘅價值建基於學業、成就，甚至乎人哋點樣睇，甚至乎有人覺得自己毫無價值。究竟我哋係應該點樣睇自己嘅生命呢？大家又知唔知道自己嘅價值係點嘅呢？延續就呢一個社會嘅情況，拍咗一套微電影，想共鳴人嘅狀態同埋情況，同時帶出繼續，然後可以點呢？有冇出路？可唔可以有唔一樣嘅情況？可唔可以重新定義點樣睇自己嘅價值？我哋期待可以同學校、教會、機構合作，舉行以微電影、音樂見證分享會。而且喺分享會之前，我哋會有沉浸式嘅攤位，讓參加者以唔同嘅形式感受自己嘅狀態，並且同心靈對話。我哋邀請你哋一齊合作，期待可以同你哋一齊同行，一齊實踐去愛呢個城市，愛你哋身邊嘅每一位。